讲到台北册底实体展览，因为疫情来停办。不过，台湾文学基地自29开始，小连续3天要举办小规模的册展，现场有不少台湾文学的出版品。就出版社表示讲，最近这1-2天，台湾本土网价的销量是增加要到3成。岛面拢是本土网家作家的作品，对惊戏题材到都市生活拢有。其中一本《暂时先安尼》，作者为家己离开故乡的心情。其中一篇甲故乡阿嬷的对话，特别用台文字来呈现。他那时候就是为了希望可以还原阿嬷真实讲话的模样，他就有特地希望说可以使用台语文去写，就是那个汉字这样子，所以他有特别去，就是把那段的对话全部都是用台语的方式呈现。作者结合台语网价，较有本土气味。网价的出版社讲，虽然国际册展连2天来停办，不过去年的买气颠倒是成长要3成。因嘛发现，多文阅读的市场渐渐在发展。伫台湾文学基地，阁有一个册单啊，嘛真手气。尤其甲电影内底人权概念用册本来展现，嘛真做学生上课的参考册。我们印象中，人权教育可能只有少数人在关注，但是在现在的教育现场，因为108课纲，它把人权教育当成是现在重要的素养教育之一，因此很多教师跟学生跟家长都有人权教育的这样的需求。台湾文学基地自29开始，小连续3天举办小规模的册展，让真侪出版社参与，邀请民众做伙来关心台湾文学。记者陈雅文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